最低消費千幾蚊一部。一部單反都唔平㗎啦，而係啊，家。1000幾蚊一部喎。配酸話唔使1000蚊㗎。係咯，邊量咩充量？日展出價1900嘅。哇，唔得啦！佢新機嚟㗎。佢新機啊，佢新機用咗啲嘢喎。我記得佢部新機，我睇過影啲相咧，麻麻嘅啫。冇分別咯。富士嚟嗰啲又唔係太好，啲機我用過啦。Samsung 就應該比較 OK 啲嘅。我哋咁講。啊 Canon 啊 Nikon 啊，嗰啲應該係仲正。我仲有 Olympus 啊。Olympus，哦，我記得嗰個人用過 Olympus 流通機啫嘛。我記得就其中3隻牌子應該啲機靚啲，其次嗰啲咧都係包括你啲 Samsung。我用慣嘅，因為呢部機我用咗2年，哇，點都好過梁電充，好過梁 X 充嗰部啦。係咯，仲有 Panasonic。我呢部機啊，用咗2年，你覺唔覺得我呢部機保養得唔錯啊？係啊。